社會化訓練係指教狗狗適應喺人類世界入面，佢哋視覺、聽覺、嗅覺、觸覺喺日常生活中所接觸到嘅事物。如果喺戶外嘅話，咁就例如係人群啦、小朋友、大小型車輛，特別係貨車或者巴士、風吹嘅植物啦、地板、草地或者其他狗。有啲缺乏社會化嘅狗狗會驚吸塵機啦、雨遮、拖嘅篋啦，或者買餸車仔、膠袋、風筒，甚至係戴帽嘅人。當隻狗覺得好驚或者好緊張嘅時候呢，佢哋常見嘅表現係咩呢？例如就係佢夾尾啦，或者條尾垂低咗啦，咁肌肉會好繃緊啦，會左顧右盼啦，佢嘴巴係會緊閉嘅，或者佢身會有啲震，又或者佢係提起其中一隻前腳，或者佢都會有舐鼻啦，或者突然橫衝直撞，而且佢哋好多時呢都係拒絕進食嘅。而進行社會化訓練通常都係用食物作為獎勵，所以狗狗嘅食慾越高，訓練嘅效果亦都越快，而且食物仲有舒緩壓力嘅作用添。而好多主人都唔知，狗狗能夠專心進食其實係非常之重要，對社會化訓練有大大嘅幫助。狗狗喺嗰個環境下越能夠專心進食，越反映佢處於一個較放鬆嘅狀態，就好似片中呢兩隻唐狗咁，由出街唔肯食嘢，發展到喺唔同嘅環境下都可以無視干擾，專心進食。咁你哋嘅狗狗又有冇咩特定驚嘅嘢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知啊，同埋記得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身邊嘅狗友啦。